現場係恆生邨25座10樓一個單位，夜晚7點幾，懷疑有事誤用石油氣罐引致輕微爆炸，房間出現兩個分別56同31歲嘅男人燒傷，送去金鐘醫院，其中一個係醫院。市民喺筲箕灣一間酒樓進食之後懷疑中毒，懷疑中毒嘅。2002年12到87歲，喺上星期5至星期日喺筲箕灣太湖靚湯小館食過多寶魚、豆腐糕、鹹魚甲等。